手貨我啱啱從市場攞翻嚟嘅，成本6000蚊嘅翡翠手鐲，連衣我就賺你600蚊，執翻個本就得噶啦。就好似呢手黃翡手鐲披，白純正嘅底子上有住一抹燦爛嘅黃色，有種暖洋洋、香揚而生嘅美感，毛披都咁靚，期待起貨之後嘅效果啊！淨係睇手鐲披係唔夠噶，同成品肯定有區別噶。而家就攞一條去加工出嚟，等大家睇下起貨效果先，俾姊妹們放心。盡量咧，我好出色。光頭唔再欣賞窗外細雨絲，從來未理結伴有淚意。加工之後，呢條黃翡手鐲顏色就好似雞油黃咁，莹潤又透亮，圓條嘅鐲身戴上手之後，唔單止有焦米米嘅好寓意，仲好溫暖貼身添。連衣做人實在，有乜嘢講乜嘢。如果大家都中意翡翠手鐲嘅，歡迎過嚟揾連衣飲茶睇貨，慢慢傾。